Zimon leje kangkangsa. Some kenyi lora la zipa gasikha. Nga lo de yi. 俺你做也，罗主错，罗的哪有么多些的？些人还不接些，却是中间。这位俺是第一当子些的，别自己错着些，或用些的。 Lo tu cho. Nga chi sheri ka lo gun jene. Tering ka no den cho la lo yung shi shi. 这次没恰，匆匆下，我察觉他去得匆匆了，伸出手遮挽时，他又从遮挽着的手边过去。天黑时，我躺在床上，他便伶伶俐俐地从我身上跨过，从我脚边飞去了。等我睁开眼和太阳再见，这算又溜走了一日。我掩着面叹息，但是新来的日子的影儿又开始在叹息里闪过了。在逃去如飞的日子里，在千门万户的世界里的我，能做些什么呢？只有徘徊罢了，只有匆匆罢了。在8000多日的匆匆里，除徘徊外，又剩些什么呢？过去的日子如轻烟，被微风吹散了；如薄雾，被初阳蒸融了。我留着些什么痕迹呢？我何曾留着像游丝样的痕迹呢？我赤裸裸来到这世界，转眼间也将赤裸裸的回去吧，但不能平的。为什么偏要白白走这一遭啊？你聪明的告诉我，我们的日子为什么一去不复返呢？你可以把这次样把西族相约了，老百姓的固执系的，老让你不送，没得的，俺用马蹄定的人家，可乡镇对比，你乱干你，你公正的不送，你迷信些你，你妈到대문就的，你妈只대大孝送，你我动干你，没我的，应用，啥的选比落地之最，用下没我吹的牙送。 破瓦达这比落地呢，得从吃东个几点的你，你这一些的吧。所以可能嘛都门的，你嘛东姐姐这次吹的，所以里研把这一老一的，你这比落大的，都要东着哇，是龙江皮多送，南不东着哇，后比你自己些送，你这到一几些要也，能些把套到一几些要也的。 俺用这本几点的来选你，没得把咱们去把啦，这不想着给把人呢，应用经常也没求的，压力有力对的用个的这样呢，切容落地扎，俺来学到，俺最落大的这些小木没算的。 个人的拉蒂擦姐，俺去他年沙巴开些用大这些。 徘徊，从你游丝，把它在逃去如飞的日子里，在千门万户的世界里的我，能做些什么呢？只有徘徊罢了。破瓦达这比落地呢，得从吃东个几点的你，你这一些的吧。 所以可能嘛都问题。当俺去念的，他念这些过来记的，他念这些。词语解释：徘徊，徘徊就是指一个人在一个地方来回走动的样子。所以呢，天上的，落在你身就必对。游丝。 游丝就是形容蜘蛛所吐的丝飘荡于空中，像游丝。把它一般呢，动它了些。写的什么？语言文化小贴士。
朱自清原名字华，号秋实，后改名自清，字佩贤，中国现代散文家、诗人、学者、民主战士。纵观中国现代散文的发展史，5·4时期的散文成就对现当代散文的创作影响最大。而这一时期散文成就最高的作家，则要首推朱自清。其中描绘自然风光的部分，以真挚的情意、细致的观察、丰富的想象，构成了浓郁诗情及漂亮宾密的艺术风格。秦淮河的灯月交辉，画舫凌波，与游览者的快意、可慕之情相协调，而山歌妓卖唱引起的惆怅、矛盾、幻灭等情思，亦使清艳的夜景也为之减色。写景则融情于景，叙事则画意入世，这正是朱自清散文的动人之所在。他在深厚的古典文学的基础上，融合中西方文化，创造了具有中国民族特性的散文风格。俺亲娘的，他念啥吧得做下用这些。徘徊、松叶、游丝，巴托、在逃去如飞的日子里，在千门万户的世界里的我，能做些什么呢？只有徘徊罢了。帕瓦达对比罗对诺，得从这动个你点的你这一些他吧，所以可那么多问题。老朱错，前期带领个奴的筹码写一选，但俺去举行了啊。老朱座，我个家一弄，所以是比他念的工人。B. 徘徊。连地所。年真的接触不错，但俺今年的带领个乱菜奴的用下经典啊。我觉察他去得匆匆了，伸出手遮挽时，他又从遮挽着的手边过去。天黑时，我躺在床上，他便伶伶俐俐地从我身上跨过，从我脚边飞去了。等我睁开眼和太阳再见，这算又溜走了一日。我掩着面叹息，但是新来的日子的影儿又开始在叹息里闪过了。在逃去如飞的日子里，在千门万户的世界里的我，能做些什么呢？只有徘徊罢了，只有匆匆罢了。在8000多日的匆匆里，除徘徊外，又剩些什么呢？过去的日子如轻烟，被微风吹散了；如薄雾，被初阳蒸融了。我留着些什么痕迹呢？我何曾留着像游丝样的痕迹呢？我赤裸裸来到这世界，转眼间也将赤裸裸地回去吧。但不能平的，为什么偏要白白走这一遭啊？你聪明的，告诉我，我们的日子为什么一去不复返呢？老朱错，带领个罗着藏的人就建议，打出马 demo 去 ，demo